大腸癌咧已經喺香港咧成為癌病嘅第3號殺手嚇。而咧患腸癌嘅人當中，男性咧同女性咧係6:4嘅，男人咧係患上大腸癌嘅機會咧係大過女性。腸有幾重要咧？喺人嘅身體裏邊，嗱有99% 嘅營養咧係需要腸道嚟吸收嘅。咁啊75% 嘅免疫力咧都係由腸臟嗰度咧產生嘅喎。80%嘅毒素啊經過腸臟係排出去嘅，所以腸臟就係非常緊要嘅。有啲人又話腸咧又係人嘅第2個腦嚟嘅。咁啊原來個腸臟同個腦咧係有一個 connection。咁啊係乜嘢可以知道咧？咁啊係喺情緒上咧我可以表達到出嚟。有冇聽過係一啲小朋友咧？佢無論面對考試嘅時候啊，或者係表演嘅時候啊，咁佢忽然之間咧就會肚痛啊。咁啊大人都會啦，有陣時我哋知道啦嚇，有啲緊急嘅會議要你出嚟做 presentation， 忽然之間個肚咧就好痛。咁啊原來當你緊張嘅情緒咧，當你係不安嘅時候咧，個腸臟咧都會係刺激到佢喎。咁於是乎咧，佢就有一啲嘅 signal咧就俾個大腦嚇。點解個腸會咁敏感嘅呢？有陣時嚇，原來咧個腸咧係有好多嘅益生菌，好多人坊間都會自己去買一啲嘅益生菌嚟食。咁但係點先至叫做有效咧？咁原來益生菌經過個胃酸嚇就會殺死好多嘅益生菌。咁佢有冇辦法去到腸嗰度咧？咁啊，所以唔係隻益生菌咧都係有效嘅，你真係要去試嘅。如果你真係食咗有效嘅益生菌咧，其實你好快咧你就會感覺到啦，你唔會咁容易產生便秘，都唔會肚屙啦。咁原來益生菌就會調節到大便嘅時候咧所產生嘅問題。前啲皇帝咧就好特別嘅待佢哋去完廁所咧，御醫去檢查。其實我哋一般人都冇呢啲服務。細個嘅時候咧，其實媽媽先至會留意個小朋友嘅大便，就順便睇下你有冇食錯嘢，有冇肚屙啊，有冇啲熱氣啊，有冇諸如此類，有好多嘢。即係佢雖然唔係醫生，但係佢都辨別到咧，究竟個小朋友會唔會有事幹嘅嚇？點樣去 check 我哋個腸臟健康？你有冇正常嘅去廁所咧？你一日去幾多次咧？呢個幾日先至去一次？原來咧便秘咧同埋肚瀉咧，如果佢卡啦咁樣嚟嘅咧，佢未必去到癌。但係咧，其實佢可能已經有息肉喺裏邊啦，可能有啲問題㗎啦，咁你要留意啦，你又要睇醫生啦。咁所以其實日常生活裏邊咧，其實我哋可以多留意我哋嘅食物啦嚇。食之前咧都會影張相嘅，但係去完廁所我哋唔會對住個廁所影張相㗎嘛。但係我哋其實能夠做到就係都要觀察下我哋去完廁所嗰啲糞便其實係咪正常？咁啊下一次咧，我先再同大家講點樣去咁出咗問題嘅時候，最初嘅先兆係啲乜嘢，同埋有啲乜嘢可以補救嚇。